吼，咱来练习186首圣经亲像物件吼，来，咱做阵显着咱来读一解吼，来开始。圣经亲像物件，照咱心内错误，互咱在做言行事正。我靠救主耶稣第二节。来，圣经亲像路灯，着赶来行天路，赶来吼，着赶来行天路，赶来吼。着用以来照路途光明，亲像救主耶稣。来第三节，圣经亲像批信，甲咱指示招呼，大家着较为得亲信，羡慕救主耶稣。来第四节，圣经亲像金云，咱着出力度无。天地相似，大人有分，信靠救主耶稣。来，咱来，做阵来，第一节。圣经亲像明镜，照咱心内错误，互咱在做言行事正。我靠救主耶稣。第二节来，圣经亲像路灯。请安静心来敬拜，请奏乐。
恁着学罗耶和华，伫正直人的会中甲公会中，我要专心感谢耶和华。耶和华的所做真大，既然欢喜伊所做的，拢要查考伊。三甲来吟诗学罗上帝，圣诗303首，主我要学罗你。兄弟姊妹，请起立。若满了雨水，就要压落一地上。听阮的阿爸爸，照着你，阮知，阮毋免去惊吓咱伫个环境中所拄着的乌云。虽然伊暂时会压早日头，总是日头一直拢伫地。云散了后，伊也会阁出来。云若哪乌落雨，伊愿望就哪大。乌云就亲像咱性命的患难，看起来好亲像是歹要害咱。就是因为你对阮的听，你的信心甲阮三甲伫地，互阮存愿望甲信心来合适。阮毋是要甲遮的患难来奋斗，乃是要顺探主的旨意，伫患难中操练咱家己，互阮会较更加老练，更加忍耐，更加听主，阁更加会使看见这世界，互阮通应付阁较大的患难。可以通成做主所意外的重要的器具，就亲像伫试验即个疫情的过程患难中，虽然伫生活中人甲人咱无通来接触，总是伫你的听的内面，阮三甲来经历着人甲人无距离的生命关系。我看你係迄个人有福气，你互人享受平安，你为困苦的人伸冤。拯救丧养的人，阁施恩互敬畏你的人。全能的主，求赐福伫地上，即阵甲掌权的有属天的智慧，设立宝座伫阮中间。掌权无论是两岸的关系、国际的经济，也是咱试验的疫情。上帝的话大有气力，求圣神引带牧者、中职兄弟姊妹，用天父的话三甲来连结。
共同结束团契，集体互相扶持看顾，也眷顾咱树林教会伫建堂建人的异象中，真侪咱社区内的光甲盐。也稳定灵敏医治兄弟姊妹中间有病痛，还是心神软弱的。求你这时安静阮的心，互阮的心清气、心平静来敬拜阿罗你。圣神这时甲咱牧者、传道兄弟姊妹三个弟弟，伫今仔日的敬拜中间，甲主来相拄。咱若要坐声用主教示，阮的祈祷文、祈祷讲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一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去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请坐。咱三甲用新的诫命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主你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互你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大家来启应，启应文26，诗篇111篇，要称赞上主。伫即场伫正直的人组织的大会中，我要专心感谢上主。上主的作为真奇妙，互伊爱伊作为的人拢通合适。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，伊的公义永远存续。上主行奇事，互人纪念。有恩惠，有怜悯。伊使美牛互敬畏伊的人，伊会永远记得伊的约。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，将礼拜的产业赐予因。伊的手的所做是信实公平，伊的教是拢可靠，永远袂改变。照信实正直执行，伊救赎伊的子民，甲因定永远的约。伊的名是圣，通敬畏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。遵行的人才是聪明。这声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。大家来讲读上帝的话，伫约翰福音第6章第51甲58节。我是活的饼，对天降落的。人若食即个饼，就活到永世代。搁我所买互人的饼，就是我的肉，为着世间的活命才赏赐的。对安尼，犹太人三尖讲，即人太袂用伊的肉互咱食。耶稣就甲因讲：我实实甲恁讲，恁若无食恁主的肉，无啉伊的血，就恁的内面无我。食我的肉、啉我的血的人，有因我，活入我要互伊搁活。我的肉是真的食物，我的血是真实通啉的。食我的肉、啉我的血的人，伊踮伫我，我也踮伫伊。亲像我的爸找我，搁我对爸来活。食我的要对我来活，也是安尼。这就是对天降落的饼。毋是亲像咧做咧食满啦也死去，食即个饼的人要活到永世代。上帝的话真侪咱性命的帮赞。大家来学乐，欢迎圣歌队要学乐的是神的路。
的路是美好的，咱就来常常倚靠伊，伊会当引带。感谢圣歌队随的诗歌的赞美。刷来进度，明白主的旨意，咱请地团道。请咱三工后头来祈祷。怜悯阮的主上帝，阮知影你的道路上水上好，虽望有时阮无了解，是安怎有遮的忧闷甲试炼，甲阮伫阮的四围。主，但是你用各种的方法锻炼阮，亲像金银，我要顺服我靠我慈悲的天父上帝。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免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久咱无伫即个实体的聚会吼，今仔日咱伫礼拜堂甲线顶的兄弟姊妹做伙，搁一摆来敬拜上帝。顶礼拜是爱家的主日，嘛是父亲节。牧师的正道性命的牛，伊是用约翰福音第6章第42节到51节，讲到咱每一个人拢有2款的性命，一个是咱的身躯，一个是咱的灵魂。所以咱每一工拢爱食2款的食物，毋是干那饱肚食饱就好，咱的灵魂嘛爱对上帝遐得到活的命。活的牛，安尼咱的活才会得到丰盛。所以今仔日咱要续接来看这段经文的后面。所以咱拄仔读到感谢袁总长老带咱读这个经文，咱做伙搁来复习，搁较头前遮的经文，请咱做伙来读第45节。伫遮的先知有记载讲。因拢要互上帝教因，既若对听见来学的人，就近我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信的人有永活。恁的祖伫旷野食玛纳，因也死。即个是对天降落的饼，互人食也袂死。我是活的饼，对天降落的。人若食即个饼，就活到永世代。搁我所要互人的饼，就是我的肉，为着世间人命才相似的。咱看到耶稣伫即个教示正百姓的时阵，伊讲足侪即个活命，拄仔咱讲到咱肉体需要，肉体甲灵魂有需要无共款的即个美牛吼。毋过咱看到即个犹太人因伫听耶稣的教示的时阵，因第一个问的问题是啥物？即个人他会用伊的肉互咱食？因对头前耶稣讲遐尼济，啥物是咱肉体需要的牛，啥物是咱灵魂需要的牛，因拢无听入去。因就掠着一个字讲，即个人他会当用伊的肉互咱食。因停留伫即个文字的即个表面吼。咱做伙来看。生命记第8章第3节吼，咱搁一摆做伙来读。伊互你谦卑，互你骄傲，用你所毋捌你的祖也毋捌的玛纳样是你，互你知，人毋是单单倚靠饼来活，人是倚靠耶和华嘴所讲一切的话来活。即后壁即句吼是咱真熟的金句吼，人。我毋是单倚靠饼来活，人是倚靠耶和华嘴所讲一切的话来活吼。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，有当时我无想要，我会拣菜吼，我较爱食肉，无爱食菜，所以有当时妈妈煮较济青菜的时阵，我就会用即句来引吼，讲人活的毋是靠遮的食物吼，所以是爱靠上帝的话来活，所以我就无想要食。我的爸爸嘛是牧师，伊就足有智慧，伊讲好，安尼你莫食，你去摕一本圣经，陪阮伫遮食饭，你就读圣经安尼吼。迄届吼，我的弟弟伊嘛就足挑剔咧，伊就迄工又就食足慢的吼，所以我一直爱伫遐读圣经，陪因到食饱煞吼。
搁有一位记载伫耶利米书15章16节吼，咱嘛是做伙来读。万军的上帝耶和华，我得到你的话就食伊，你的话伫我是做我心内欢喜快乐，因为我称做上帝的名的。所以咱看到遮搁一摆讲到上帝的话是通食的。啊，最近咱拄仔结束即个以西结书吼，咱来看第3周，即个上帝安怎互以西结伊的即个异象吼，咱做伙来读，着食你所得到的，着食迄卷册，也着去以色列家讲话吼。咱看到上帝甲以西结讲，即卷册你爱安尼食去吼。啊，伊嘛讲，哇，即个册食落去了，我的喙足甜的吼，也上帝的话足好食的。所以，伫拄仔咱读到伫这第6章第58节，即犹太人因讲，即个人太会用伊的肉互咱食。毋过咱刷来看第59节讲安怎？即个话是耶稣踮伫加别农会堂吼来教示人的时阵所讲的。所以咱知影即篇的讲道，耶稣是对啥人讲的？伫犹太人的会堂内底，所以是对犹太人来讲。所以犹太人伊对拄仔咱读的遮个经文、遮个先知、遮个摩西讲、遮以西结也是耶利米书讲的遮个，因应该熟悉的。因知影上帝的话是会通食的，所以因是安怎？耶稣讲了后，因干那伫想讲，即个人太会用伊的肉要互咱食吼。咱看到犹太人因的心种的，因着听，因想要听的，因无想要听的，因着将因的耳孔关起来。所以伫马太福音，耶稣其实真清楚地甲咱讲。耶稣摕即个饼，讲摕去食，这是我的身躯。所以伫遮伊讲我的身躯，其实是伫讲遮个饼。啊，即个血是安怎？是即个葡萄的汁。所以其实伫遮耶稣讲了足清楚，即个我的身躯，我的血，其实是遮个饼，是遮个葡萄汁。啊，是安怎？伊要将即个即个身躯伊的血赐互咱呢？啊，伫路加福音讲了搁较清楚，因为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来献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血嘛是为着恁流的，是来设立新的约。恁若啉的时阵，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所以上帝耶稣基督伫遮个教示的时阵，其实真清楚。遮个犹太人因嘛应该真清楚耶稣的教示伫讲啥物。就是咱拄仔讲2款的食物，一款是咱的身躯，一款是咱的灵魂。所以咱顶礼拜拄仔好即个奥运拄仔结束吼，毋知大家爱看啥物比赛吼？啊，看即个戴资颖即个比赛的时阵，哇，足紧张的哦！即个比赛一个1分加1分加1分，啊，有诶放即个底球。啊，咱即北投即马上出名吼，台湾印吼，有足侪即个信用卡还是即个 T 恤拢用即个图要来做因的 logo 吼。啊，咱嘛看到即个举重的选手啊，看到伊摕金牌的时阵，虽讲即个最后一摆的即个尝试无过，毋过伊坐伫遐，哇，迄个满足的笑容吼。啊，搁有即个倒球，咱看到倒球的选手，哇！伊参加4届吼，这个是咱上资深的精神领袖。啊，毋知大家爱看啥物比赛？有注意到咱这个100米吼，即马上紧的这个100公尺，世界的纪录是偌久？9秒外就走了吼，毋免10秒就100公尺走煞。啊，搁有较长的是啥物？42公里的这个马拉松。啊，即马世界的冠军是2点钟10分钟，2点钟搁10分就会使这40公里跑煞吼，足厉害的2点钟吼。啊，毋知大家有注意到上紧的比赛是啥物？是我有遮一百度是迄个跳水吼，跳水这个10米的这个跳台吼，我是读物理的，所以我会使算迄个
1/2 GT 平方，咱会使知影讲，10公尺的自由落体吼，爱偌久会着到迄个水？其实毋免2秒钟，2秒伊就会对这个起跳啊转身啊转好几圈啊，搁爱将伊的这个身躯收好啊入水啊，拢无这个水安尼走出来吼，啊就分数就悬。毋过迄其实是安怎？2秒钟就比赛完毕吼，所以迄个咱会当看迄个慢动作重播吼，才会当看到你哇，这个选手足牛的，伊这2秒的比赛，伊毋知用偌济时间来练习吼。所以最近我有看到一本册，就讲到这个，其实咱有另外一款的比赛吼，叫做无限的赛局吼。这款的比赛，甲拄啊咱一般看到的这个比赛无共款。咱的比赛可能无论是用裁判来评分，还是咱甲别的选手来做伙跑走，还是咱有对打安尼吼。啊，咱的比赛拢一定有时间，还是有规则的限制。比如讲看这个戴资颖的比赛吼，看到第3局啊。头前2局1-1平手，啊，第3局的时阵啊，17-18、18-19，安尼差1分1分，哦，迄足紧张的，啊，手拢伫流汗，啊，最后哇，20分摕到的时阵，无论是输还是赢，咱知影哇，咱会当放轻松，知影即个比赛结束。毋过有一款比赛，若是即个比赛伊的无即个规则，伊即个比赛是你若是无，你若是互即个。对手嘛互伊输去的时阵，即个比赛结束，你嘛结束哦。若是有即款的比赛的时阵，即个就叫做即个无限的赛局吼。咱听到遮是毋是有感觉，即个无限赛局其实甲咱的人生有淡薄仔亲共款吼。咱有当时啊，有足侪的状况，咱无法度跳出即个赛局，咱感觉即个赛局哪会还袂煞？我已经拍足久啊，我想要休困一下，毋过即个赛局还袂结束。即几礼拜牧师拢伫甲咱讲，即个后疫情时期吼，到底啥物是咱正常的生活？因为即个疫情，咱本来下班有足侪选择，会使去餐厅，会使去拍袂去食饭，会使囡仔会使去网咖，就是无想要转去厝里。毋过即马下班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一定拢爱转来到咱的厝，甲咱的亲人做伙食饭。这到底啥物是这所谓的正常的生活？咱的灵修加足侪时间会当抄圣经，会当来思考上帝的话。我会记伫2015，这是我去找即个咱头一届要去新闻的即个福音队的时阵，咱出发的时阵，牧师有即个出发前的祝福吼，差遣礼啊，大家说大合照吼啊，毕业啊，毋过咱昨嘛是甲即个马湾吼，咱今年嘛是有福音队，毋过即马因为疫情无法度实体来到花莲，所以阮即个感谢遮的辅导也是麻烦你传道吼，足用心，因用线顶的即个组织来训练咱的囡仔，啊，阁有花莲遐的囡仔，做伙来嘛是共款来彩排，有诗歌，有破冰游戏，啊有信息的分享，啊，阁有分组的即个讨论带导事项吼，啊，最后咱要大合照，是安怎大合照？请下一页。下一页有一个大合照吼，对，这是即马线顶的大合照，大家每一个人拢伫厝里啊开镜头啊毕业吼，这甲以前的即个大合照真正就无共款的。啊，刷下咱有一个底片，咱做伙来欣赏30秒的底片。即马科学即个进步是足紧的，咱生活的速度拢足紧的。
啊，对即个厝事一直拍拼，啊，拍拼到变做即个灵魂的时阵，搁伫走吼，啊，毋知即个时间也是即个科技走遐紧，咱的心敢有对调调？是安怎？最近感觉有足侪人的心灵空虚，也是充满足侪无安全的感觉。啊，伫即个拄仔讲即个无限循环的即个赛局底下，咱对耶稣基督拄仔伫教示的即个永活，敢有渴慕？咱做伙来看，即马伫即个疫情的时间，即个后疫情的时间，咱安怎会当搁较明白主的旨意到底是伫咱的心中是啥物？咱做伙来读希伯来人书第1章吼，来，上帝在早已经托迄个先知用济段、济方法，甲你做讲，打伫遐的落尾，托伊的囝甲咱讲，就是伊所设立做成就万米的好事。也捌对伊来创造这个世界。这段经节咱应该拢读过。啊，最近我伫读的时阵，发现讲，哇，其实这个希伯来人书这2节吼，讲了真对呢。伊讲在早有足侪这个先知用济方法、济段、足侪摆，要甲以前的咱的祖先讲啥物？我找到一个例吼。摩西伊嘛是对上帝遐领受话，所以伊嘛是一个先知吼。咱做伙来读，伊伫出埃及3章第7、第8节安怎甲百姓讲话吼？来，耶和华我百姓，徛伫遐爱记个，因的困苦我实在已经看见了，因为着独工的来呼救，我已经听见了。我本知因的痛苦，但我落来要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带因出迄个地，到规水开阔的地，到老年甲米的地。毋知大家有注意到，我将即个经节有6个所在，我改做红色的，是6个动作吼。上帝已经安怎看见啊？伊听见，伊知影咱的痛苦，伊要亲自落来，要来救咱脱离咱即摆的状况，要带咱去迄个水，佮肥、佮开阔的地，是迄个老年甲米的地。毋知大家若是将即个以早要将即个以色列人讲的即个话。来用伫咱家己的身躯的时阵，你有感觉哇？上帝听见、看见、知影，而且伊亲自落来。所以咱过来读一摆即个希伯来人书第一章第1甲第2节吼。上帝伫早已经托遐个先知用济段、济方法，甲你做讲。当伫遐个日的落尾，托伊的囝甲咱讲，就是伊所设立做成就万米的好事，也捌对伊来创造这个世界。所以咱拄仔读到第1节是讲摩西这个先知对咱讲的话，啊，咱伊的囝耶稣基督嘛对咱讲话。伫咱今仔日路加福音第6章38节到40节，咱搁一摆做伙来读。因为我对天降落，毋是惊家己的旨意，就是惊找我的旨意。当找我的旨意，就是看伊所予我的，我无失落一个，是伫原日予因告我，因为我的爸旨意。就是囝啊，看见囝来信伊的人，拢永我，也我伫原日，予因告我。这2个经节夹做伙的时阵，你有感觉真正足水的？
伫在早上帝透过遮众先知，要将伊的旨意甲咱讲，透过耶稣基督嘛是共款，要甲伊的旨意甲咱讲，就是遐伊的百姓无失落一个，每一个看到上帝，看到伊，看到耶稣基督的人，拢有永活，拢会当甲伊告我，因为咱的即个犯罪，咱即个关系的断裂，搁一摆要甲上帝来和好，遮个旨意伊在早就伫遐写好好伫遐，咱是毋是有会当来明白上帝啥是遐尔啊疼咱的即个旨意？所以咱念咪会用一首圣诗来回应。圣经亲像一个物件，啊，亲像路灯，啊，亲像即个批线，亲像即个金甲银，咱是爱出力才会得到，而且是每一个人拢有份。咱念咪就用即首诗歌来回应上帝，来听咱的旨意。请咱三脚拗头来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阮感谢你，我看到你听到阮的声，看见阮的困苦，你知影阮的心思意念，而且你落来要救阮脱离遐个凶恶，要带阮到迄赏赐应允迄个水的所在。阮献上阮满心的感谢，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免。大家来吟回应的诗歌，圣诗186首，圣经亲像物件。兄弟姊妹，三个起立。请坐。今仔日是教会甲社会奉献的主日，请参加准备心来奉献。我
兄弟姊妹，请坐。三甲来读金句，我读一遍，兄弟姊妹读2遍。以弗所书第5章第17节，所以唔通戆戆，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。三甲来。以弗所书第5章17节，所以唔通戆戆，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。以弗所书第5章17节，所以唔通戆戆，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。虽然唔知敢有伫咧这疫情的过程，搁今仔日第一件，甲咱教会三甲来聚会兄弟姊妹，我们来欢迎你。真感谢吼，伫即个看起来无讲介舒适的环境，毋过咱三甲会遮来敬拜上帝吼。煞来咱共同来关心教会圣工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咱做伙来关心教会事工。欢迎兄弟姊妹以行动支持，而且参与本会各项事工。儿童科学营因为疫情的关系影响取消，对今仔日开始到8月30号，会当到教育馆2楼办理退钱。台湾新学院信道新学系课程有伫个本会教育馆开课，请伫个8月20号进前办公室报名，本会会友有优待。8月22号下晡1点，爱家团契举办讲座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明仔载早起9点半，上年团契举行话例会，以下是聚会内容，请兄弟姊妹戴好口罩参加。花父子姊妹伫8月4号安享主怀，8月18号早起9点半伫个第2殡仪馆举行火化礼拜，8月21号早起10点伫教会举行告别礼拜，续接前往平安园安葬，恳求上帝安慰家属。请继续为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代祷，愿上帝安慰甲医治。所以讲到咱请柯牧师。伫过去这3个月，咱踮咧厝的时间多，甚至有人伫咧厝的上班，唔知影你伫过去这3个月日常的生活，你灵性的生活有甚物款较大的领受？有兄弟姊妹咧讲伊会当较亲近主。有一个姊妹伊已经坐半票因为抄金句，一工才抄1节，伊时间遐多，所以伊就甲以西结书每一工读的1章，拢甲抄起来抄1章。因查某囝一看买一盒圆珠笔，互伊30支讲你慢慢抄真紧无几工就抄1支因为你一工抄1章嘛所以有人领受真多我家己除了这款的时间以外，你毋若有体会过去这2-3个月踮咧厝的食饭的时间较多有无？因为踮咧外口买用的食嘛是爱买回来，去菜市仔买菜回来嘛是踮咧厝的家己煮，简单一个人食嘛是爱家己创，3个5个嘛是爱踮咧厝来处理。我嘛是这2-3个月才学习到一个功课，对囡仔遐会晓叫外卖。一礼拜至少1摆2摆，因就踮咧顶头看讲，阿爸这个袂歹咱今仔日就叫迄边，还是讲甲订好了后，然后去摕转来。因为这个店若无开，员工就安怎？员工头家会当想讲先莫趁钱，嘛1个月关起来，头家无趁钱，伊挡会过，员工无薪水通领。所以有几落间店，其实伊是保持，互员工会当过来，大家做料理，即摆有人外卖，类似即款的，这咱叫做后疫情时代生活的调整，后疫情时代
有真侪无论是灵性、上班、学生囡仔上课通明显，吼，也是咱家己的生活形态，甲社区的活动，拢是后疫情时代的一款思考。求主帮助咱，真要紧的，就是互咱的灵性生命甲肉体生命健康。咱讲免疫力，灵性嘛共款，灵性的免疫力够，你才袂惊吓，才袂孤单。啊，肉体免疫力有够，安尼咱才会当甲即个病毒，三甲和平共存啦吼。这第一项，咱大家也最近也放咧咱的学习伫倒的中间，所以对伫安尼，你会发现咱三甲敬拜有调整。咱的礼拜堂若以亚教白。咱差不多会用个坐230个到250个，包括楼顶。但是咱即马伫个拜堂内面78个，所以差不多无到1/3。啊，这就是照咱申请的，因为若室内即马的规定是50个以下。毋过咱若有特别申请的时阵，伊照面积，一个人2.25平方公尺。所以你手基本上出去袂碰到人，吼，基本上你安尼，啊，这就是咱的空间，咱有甲内政部申请，啊，然后又通过，所以咱的公文打伫个外口，公布拿，咱会当78个，包括楼顶、副堂、现场，较无到1/3，吼，咱若满场会当到2/3、2/5，啊，这是咱三甲配合的所在，所以同款，咱来做礼拜的时阵。因为你这3个月已经习惯去7，连去华龙街菜市啊，拢着爱签名。若毋是签名，就是摕手机。啊，若无亲像咱来这个所在，咱就摕咱的感应卡。啊，你若已经登录，你踮咧门口一入来，门铃的所在，你就甲比一个就好啊。后摆来拢安尼，周间来嘛共款，外口比一个，就甲你签名共款。伫咱的系统中间，就几点几分，啊，这个号码有对吧？好，啊，这个就是咱咧讲的10连制。礼拜煞的时阵，即几礼拜，若要交陪，踮咧拜堂内面。当咱若离开拜堂，咱就出去，啊，就离开，吼，就尽量无踮咧广场定的所在讲话，安尼较袂互厝边看，哇，一群人群聚伫遐吼，这就是咱。伫即个时代，就无共款的时期，咱做礼拜三甲配合的所在，即个形态咱有改变。包括咱的奉献以前是用团的，啊，咱会发现即2礼拜就技术甲咱服侍。即个奉献茶啊，早起8点半，干事拢有用酒精，搁甲喷一摆水，咱敢若一个技术梯。第一场刷了，到第2场的中间，交替同工又按共款，奉献茶啊摕起来，搁会甲喷一盖。咱尽咱应该爱做的来做，上帝家己本身来眷顾、来保守咱，所以毋望咱每一个来到上帝家，咱会当放心、坦然无惊吓，享受敬拜的喜乐。但踮咧咱的厝的又按共款，嘛会当三甲安尼配合一寡应该爱办理的事，这是咱放喺祈祷的中间。上路尾拄仔咧报告中间有提到，就是花辅助祭安息，伊享受80岁，所以伫即礼拜三有日牧喜华礼拜，过来拜6、21，伫咱教会有举行个别礼拜。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人数也共款有一寡限制，特别是去第2殡仪馆所在，所以咱有登记的兄弟，咱才有时间来参加。啊，踮咧拜堂，咱有一个好处，除了即个空间78个人以外，咱阁有教育馆50个。你若无登记，就爱50个以下。申请，特别去申请就照空间，像大球亭用个99个，济南用个99个，因为你礼拜堂比咱较大，一个人2.25平方公尺，哈，有申请有通过。通做嘛，敢若到99那尔，啊，咱是78，啊，但是无申请的时阵，无申请的所在，就另外伊就照50个安尼限制，吼，这是咱一般室内集会所在。啊，咱兄弟姊妹有了解者，咱伫咧参加敬拜时阵，心会当平安，啊，嘛会当享受敬拜欢喜。
放在祈祷的中间。所以这时，无论是咱个人、家庭，还是你的工作，咱拢会当排列伫主的面前，请咱起立，开咱的心，开咱的嘴。咱家主上帝，互阮会当三甲自责，享受你的听。搁一摆，你引传，互阮会当安尼的含主你三次会感谢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伫你定着的时刻到主宝座前，同心敬拜。主啊，阮的心无要亲近你，亲像鹿切切心无开水同款。感谢主上帝，你互阮今仔日会当踮你的厝，三甲吟诗学路，也三甲领受你活命的话。恳求圣神继续引带保守阮，毋但干那互阮的性命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，阮得着救，阮嘛要得着主圣神的引带，知影头前的路安怎来跑走。愿你的主爱怜悯拢无离开阮，特别祝福看顾阮每一人的家庭，互阮每一个家，搁一摆来经历。主你的保守，珍惜主是阮一家之主，通互阮会当得到平静安稳的快乐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上引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。上引煞请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、扶持、安慰、医治，甲恁大家三甲之地，对即时直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姊妹，请坐，请伫殿甲结束了后，才来离开。